来看云林大比的咸菜的产量是全国第一，也毋过做咸菜一档会有1000吨的废水，嘛要开900万来处理。台湾大学生命科学队的研究团队把废水变做饲料，也是讲是肥料，真正是一减2个，咱做回来了解。咸菜废水桶装甲满满，目前也阁有100多桶要要处理。云林大比乡的咸菜产量是全台上济，不过一年生产的废水数有1000吨。但年拢爱变8万经费处理废水，目前阁累积5000吨要处理。我们这些这腌制废水的以前头痛的问题的我们都把它变成黄金，投入我们的这水产养殖业这样可以对我们的环境也有一个保护啦大比乡公所表示，虽然这块废水拢经过咸菜专业区统一处理，不过因为处理成本高，目前也阁有未少桶要处理。台大生命科学院研究团队发现，这块废水尤其是含量高，有丰富的营养盐加金属离子，会当自管化，加做水产用的盐度调节剂甲肥料。我想希望未来云林县政府跟台大这边能够持续合作，能够把这些相关的这些农业的一些剩余的一些资材重新再转利用，本身的专家学者来给我们更多的这个宝贵意见。那我们在经济循环再利用当中，云林县希望成为一个零废的城市。云林县府表示，县府代代团队大比乡公所签合作备忘了后，会建立农业村的主宰主管化循环经济模式，希望会当解决当地几年以来咸菜废水的问题。把废水主管化了后，导入水产用室，加做生态循环经济模范。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